勞動部今日修正婦女再就業計劃，勞動部長洪申翰表示，為了要提升女性再就業的人數，解決國內欠工問題，放寬這獎勵標準甲金額，只要離開工課場所半年以上的女性，無限定因為家庭因素來離開，只要是找到頭路，就會當申請再就業的獎勵金。再就業的這個女性呢，上懸會當領到6萬塊。好2度就業會用個工課通做。講啊考出來，因為蔡小姐讓33檔中心建立一場，2檔前翁婿雄倒落去處理過5個囡仔愛飼，今這重擔落佇咧伊的心上，加在伊參加婦女再就業計劃，幫助伊重新建立工課場。感覺家己哦有找到信心啦，離開職場遮久啊，還閣有法度勝任這個工課。勞動部對2023年開始推動這項計劃，如今已經協助96000名的婦女擱再就業，如今閣要擴大範圍，放齡適用的對象，只要離開工課場180天的婦女，無限家庭因素，只要找到頭路，就會當申請，也修正就業天數，對關鍵愛做滿90天，改做上班滿30天，就當領到1萬塊的獎勵金，再就業婦女上懸會當領到6萬塊。有的時候大家會說女性勞動參與率，在一些國家會看到它有一個 M 字形的這樣的曲線的狀況，但是確實就台灣的女性的勞參率的狀況，還是需要更大的力道來去支持的。勞動部表示，婦女再就業計劃預算已經對115年編列3.3億，經過修正了後，未來再就業獎勵參與人數會倍數增加。若有經費不足的問題，勞動部會爭取就業安定基金做補貼。計劃在4月初7就路，希望幫助台灣更較儕婦女重新建立一場，也解決國內欠工的問題。記者陳亞選林玉凱台北報道。